咱来先来唱圣诗第4首，咱来请琴来弹一遍。咱请咱的朋友一来咱到回来面的时阵，嘛是戴迄个口罩，最后咱来戴起来，好不？因为嘛是疫情的关系所以咱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请咱大家把嘴安盖起来。第4首唱。振奋人心的歌曲这个就是咱礼拜大声，咱是唱这首歌，咱个敬拜的气氛会当拢足好个啦，非常互咱上帝。咱第2位的圣诗，咱来看是圣诗第344首。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这嘛是一首大家拢真实、拢会朗朗上口的歌，咱来请琴来弹一遍。
咱大家应该是带着各种无共款的欠缺，各种无共款的愿望来到咱的教会，要来祷告给上帝。而且真趣味伫圣诗后面，伊有写着是在圣经在创世纪的8章第3节。这个故事是咧讲亚伯拉罕伊当阵是因为上帝的指示，伊就出去一个旷野。有一天，伊就是一个布庇的外口，伊就看到上帝。真真趣味，咱即摆毋知影上帝出现咱日是上帝还是毋是？是伊就看见上帝，看见上帝时阵，伊安怎？因是随着甲伊的欠缺的愿望，甲上帝讲，毋是。伊甲上帝讲，来请叫困一下，我摕水来甲你洗拍，我准备饼，互你食，你等我一下，安尼你好，安尼上帝就答应伊，就根据伊的思维传做一个物件来互上帝，啊，个可能是其他比赛，甚至来咧讲有3个人安尼。上帝食了后，伊就祝福亚伯拉罕，讲啊，我要赏赐你有一个细饼，年到期的时阵，你得得到一个福利安尼。这我一寡启示，就是讲咱会对上帝有足侪的要求，足侪的期待，但是大小咱是爱甲伊做真好，有真好的关系，做真好的朋友，咱将咱家己所有的献给上帝的时阵，上帝伊拢知咱的欠缺，咱的愿望，伊的赏赐，会照伊的旨意赏赐，互阮所欠缺。咱第一节，咱过来唱一个，咱来做咱今天礼拜正经的仪式，来唱。下安心，当心来对待神，到了。
看上主才会落雨，时间叫上主出来，应讲着无路上主，应着用信手举起恁的手，无路上主。三角的天使无路上着，信息会死守，信息会死守。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我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下来。我搁听到有大个声对各座讲出，讲。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搁有死事，无搁有哀伤、嚎叫、喊叫。
神啊！喙焦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饮。我要做因的上帝。同心来祈祷。这信息源全因因我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让一切荣耀归于你。我是何等的比喻，总是你照顾我，为着你丰盛的资源，为你守护我，各项好运，我感谢你。你也认领我的软弱，我永远伫罪恶中，紧选我，找你的就是囝，无食肉体，永远袂动荡。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有得救的确实甲盼望。我感谢你。在信息忝伫阮中间，我会当透过信息的引传，真实归于你，无离开阮的同在。当阮做一日你的圣会，当你成为阮最后的本事，阮原本是不配，是主你因为你的主爱，阮永远最最的时就阮死。阮总是我靠家己，常常违背你的旨意。行伫错误的道路中，以到阮常常活伫过犯的中间，生活不如意，心内无平安喜乐，无法度活出信仰见证。主啊，求你赦免阮的罪，帮助阮离开一切不义，也求信实传阮，拯救阮，互阮无活伫黑暗中，会当行伫你为阮预备的计划中。我也要为着教会学校事工来祈祷。最近真侪社区事工，也因为学期的结束，爱暂时的停止。感谢你，互阮伫暑假的期间，有侪侪囡仔会当透过夜会明白你，甚至伫你面前来发誓。有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每一个工，互一切的财情会当展开发明。后来学生的暑假活动。下期的事工计划，由你做阮的恩师引传阮，帮助阮祈求较顺服你的旨意来计划、来推动、来实践。我也为着这个世界来祈求，即摆真严重的新冠肺炎，虽然伫台湾的影响比较稳定，但是伫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仍然造成了真严重的病情。由你引领阮。我的性命是何等卑微，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你来。你帮助阮，会让我靠你平安行过即摆的难关。我也为着阮国家的官员来祈祷，求你互因有主你的智慧甲公义，来引传即个国家，互阮会当真正生活伫安全、喜乐甲盼望的环境中。是靠求主的神降临，也含阮的心思意念，帮助阮接纳你的信息对阮的每一个感动，互阮今仔日领受的真理，伫心内通结好的果子，为因更互上帝。阮诚心快乐以上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话，同声祈祷祈祷。
请做伙来中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第2章16节到25节。大意和日本圣经60页，旧约出埃及记第2章16节到25节。大意和日本圣经60页。第2000年，米地会做死有7个查某囝，因来受水到满座，互老爸因分离。爱有滚会到，看因，摩西就起来帮助伊，互因会有分离。因来到老爸有边遐，伊讲：今仔日怎样遐紧倒来？因讲：有一个埃及人救阮脱离雇佣的人的手，搁替阮出力受水，互伊分离。伊对伊遐个查某囝讲：迄个人伫遐咯，并写书放伊伫遐，就请伊来食。摩西管甲迄人讲，伊就将伊个查某囝西波拉寄互摩西，生一个囝，摩西伊号名叫约书，因为讲，囝骹有帮，伊过侪年，还叫有死。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就讨开后脚，因做苦工后脚的声，到互上帝听见。上帝听见因的遗产，上帝就记伫伊甲阿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上帝就知因代志。请同事讲道，表示上帝的计划。咱姊妹大家平安。自细汉，咱就不断在做计划，无论咱要食什么、要穿什么、要读什么学校，拢有人替咱做好所有的计划。然后到伫咱心前，咱家己嘛开始做计划，要读什么科系，要食什么头路，要嫁娶什么对象，要生几个囡仔，要伫什么时退休，咱都五百会当照计划，一步一步真顺利来赢咱人生的路程。这个重大的人生计划，我家己号名过 A 计划。为着这个 A 计划，咱愿意付出真侪代价。但是，咱嘛知影有一句话是讲，计划永远赶袂赴变化。伫人生的过程出现太侪变数，互咱不得不去改变咱原本的计划，或是放弃原本的计划。所以，咱会感觉真不准。为虾米人生无法度照我想法来行咧？毋过，毋但咱拄着安尼个代志，所有人，甚至保罗这种世道，伊也拄过。伫伊第二届宣告福音的时，原本按算要去逼开年，伫遐传福音，但是耶稣的神他毋准伊去。这可能咱感觉真奇怪，为什么耶稣要拍乱一个宣告的计划呢？但是咱若继续看落去，就知，伫一天的暗时，保罗看见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的人甲伊讲，请过来马其顿帮助阮。原来马其顿搁较需要福音，所以耶稣拍断保罗的计划。就伫马其顿，保罗去做欧洲第一间的教会。所以当咱人生出现意外变数，咱心歹生气，因为真有可能就是上帝要用伊的计划来拍断咱家己原本迄个定做非常好的计划。所以今仔日的题目，我将上帝的计划号名过 B 计划。因为伫出埃及第2章，咱会当看见亲像伫以赛亚书，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迄款的情景。天怎样较悬大，安尼我的路较悬顶的路，我的念头较悬顶的念头。上帝的念头赢过咱的念头，伊看的是咱人生唯一的难度，所以伫适当的时，伊当然爱来拍断咱原本的计划。咱来分享第1章。虽然以色列人互迁徙到埃及，但是上帝无忘记你，伊互以色列人列做应允。所以因为以色列人人口增加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安尼嘛造成埃及的威胁。所以我要用中立以色列人做苦工，看检会当互因，因为感觉家己的命真苦，就产生负面消极的态度，然后比较袂民族对未来生起愿望。毋但安尼，我若阁命令以色列的产部，将要出世的查某囡仔杀死，并安尼来断即个民族的种。但是因为这个产部敬畏上帝，因决定听叹上帝较赢过人，所以因不但无杀死这个囡仔，阁反转去帮助这个产妇顺利将这个囡仔生落来。所以咱当看见，伫以色列人感觉真绝望，都认为家己要灭绝伫埃及的时，上帝出手啊！透过两个敬虔的产部，摩西出世伫即个世间。摩西老母约基伯将摩西生落来，但是3个月了后，婴仔会哭会笑，已经无法度搁藏伫厝里。所以即个约基伯的 A 计划就是，要用一个路灯做个箱仔。将囡仔放落去，然后将箱仔放伫水边的芦苇丛的内面。但是歹伊的查某囝就是摩西阿姐比利安伫遐告条的，若囡仔哭会当去饲伊，就拄仔重会当去甲伊清洁。但是上重啊，就是盼望讲，即个囡仔会当互埃及人捡去饲偌汉。伫经文内面有一句讲，爱知伊会拄着怎样。毋是讲徛伫遐看人尔，是讲有将囡仔的命运放伫上帝的手，信靠上帝安排意思。但是无想到上帝对即个囡仔确实有奇妙的编计划。法老的查某囝竟然伫迄天去水边来洗身躯，竟然嘛发现即个爬伫箱仔内的即个后妹仔。囡仔的哭声引起公主的怜悯。这时阵，你伫边仔偷看米利安，勇敢出来，甲公主推荐讲，赶紧伫起要来富人的中间叫一个尼母，甲你用即个婴仔好无？咱看即个米利安非常的聪明，伊将即个囡仔讲做是公主的囡仔，所以家己的处理来成长，并且伊的爸母佫会当对王宫来得到工钱甲真济的优待。几年过去，到伫摩西较大汉，送入去王宫，公主替伊号名过摩西。所以咱伫遮会当看见，上帝计划是超过咱的想象。摩西原本生落来就爱互害死，但是上帝透过敬虔的产部留存伊的性命，并且佫互伊会当甲亲生的家庭来做阵。了后伫埃及王宫受王子的教育。学习有关所有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亲像伫《使徒行传》第7章第12节有讲，摩西学习埃及人拢种的学问，讲话听代志拢有才能。摩西伫王宫中间住到伊40岁的时，40这个数字伫犹太人内面有圆满、拄好、适合的意思。所以，伫上帝对摩西计划内面，互伊会当伫4个月，会当伫父母家庭的照顾下面，受以色列人的教育基础。了后30几年，伊伫王宫学习，怎样成做是一个领导者。所以40岁的摩西，伫上帝眼中就是一个已经备办好势的人。所以对这个经文看起来。当上帝咧使用一个人，上帝会透过伊过去的经历、学习来起造伊。有真侪兄弟姊妹有错误的观念，认为服侍主是爱有特殊的恩赐。无毋对，圣经所讲的一寡恩赐，亲像讲方言、医病、赶鬼，这拢是上帝互人的礼物。人毋免经过学习，就会当对信心来得到这个恩赐。但是圣经嘛无否认爱经过栽培、学习来养成的服侍态度甲基础。就像咱知影伫旧约有先知的学校，就是组织这个先知做伙学习。伫新约，行洗礼约翰有受学生，耶稣嘛有受学生，就是通过学习来培养人，成做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服侍者。其实咱来想
想看卖，上帝敢需要人来服侍伊、来敬拜伊？无需要，因为上帝万物，上帝敢需要人来敬拜伊咧？嘛无需要，因为咱有敬拜无敬拜，拢无法度增加，也是减少上帝本身的荣光。但是透过咱的敬拜，透过咱的服侍，互咱会当调整家己，互咱会当训练家己来成做耶稣的学生。所以上惊就是伫教会内面，有的人认为家己已经是基督徒，就什么拢毋免做，免学。其实这毋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所爱的是，当咱接受这个救恩了后，会当透过服侍来学习，来看见家己有限，搁较认捌上帝。今仔日第二段经文，嘛互咱看见摩西的 A 计划。伫摩西40岁时，对伊细汉的义母，也就是伊家己的妈妈，互伊的教育，互伊对王宫行出去。伊开始想要关心遐个互当做奴才去使用的以色列同胞，也有可能当时的伊认为家己会当用家己的权力、威力来解决以色列人甲埃及人中间的迄个问题。所以当伊出去看见埃及人咧欺负以色列人时，伊想讲无其他的埃及人看见，就出手拍死迄个埃及人，并且将伊的尸体带伫山里。第二天，伊搁出去，看见两个以色列人伫遐冤家相拍。虽然伫经文中间无描述这两个人是因为甚物代志来起冲突，但是经文互咱知影，无讲道理的迄个人反转伫欺负人。所以，而且摩西看见安尼的代志，毋但是伊的目睭看见两个人咧相拍尔，是伊感觉非常奇怪。摩西你奇怪啥物？伊想无为虾米伫同胞中间会发生亲像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即款的代志？伊所认为的是同胞之间，毋是应该互相相听、互相帮助的吗？所以摩西出来主持公道，但是想袂到迄个欺负人的人甲讲，一嘴昔日你做首领甲审判官来管管啊！你想要拍死我，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吗？这句话佫较好的意思是讲，你做你的埃及王子吧，我无需要你这个埃及王子，我无需要你来做审判官。不过你来杀死我，亲像你昨昏杀死迄个埃及人共款吗？这个人的讲话，互摩西无大着惊。原本伊想讲无埃及人看见，原本伊想讲家己同胞会出来挺伊，但是只是伊较出来。控告讲伊杀死人，所以伫即段经文非常明显，摩西家己的 A 计划完全互拍破。伊认同家己以色列人的身份，想讲用伊当时的地位、能力、手段会当解救伊的同胞，但是无想到伊的同胞较无认同伊，反转指出伊杀死人的事实，并且即项代志嘛引起法老要来处死。所以咱看见，连养饲伊大汉的埃及人，嘛无法度来认同伊啊。但是即话迄若是对的，你敢会感觉伤心佮委屈？原本你做的这话是想要为着别人好，就亲像摩西，伊原本想要解救伊的同胞，但是到尾较相信毋是人。我相信咱拢有安尼经验，原本咱设想的一切是为着别人好。但是无想到别人无要接受，反转教你一喙。迄种的心境出现伫今仔日即段经文，伫摩西心内，所以伊非常设志走离开埃及，坐伫米甸的井边。井边就是厝外人聚集的所在，伊伫遐会当得到水啉，也会当有人会当讲话。所以咱通想象当时40岁的摩西。伊坐伫井边，伊的心境是安怎？就是寂寞、无奈、前途渺渺。但是咱看见上帝的A计划赢过摩西的A计划，有可能伊当时想无，甚至咱伫咱读册也毋知影为虾米上帝要互摩西拄着即款实际的代志。但是毋若是安尼，
若毋是安尼，一个尊贵的埃及王子，哪有法度理解伊的同胞所受的苦楚咧？以色列人伫遐苦甲伊惨，连一点仔委屈拢无受过的摩西，是要安怎同理以色列人同胞的心咧？所以虽然摩西伊有委屈受苦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也真对伊的帮赞，真对伊的成长。所以咱看到伊后来疼同胞的心有偌大。后来当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伫旷野漂流的时，发生一件大代志，就是摩西上山去领上帝的带领，但是真久拢无落来，所以以色列人急啊，因惊就叫阿伦帮因做一只金牛来引带因。最后上帝非常生气，要将以色列人来灭掉。但是咱看见摩西伫遐替百姓求情，摩西伫遐讲：当你若要写要因会做，若无由你对伊所写的册擦去我的名。对上帝的册就是性命册，擦去伊家己的名。伊为着就是要求上帝毋通来灭以色列人的全族。咱看见这是一种偌大的疼。伊甘愿为着同胞放弃伫上帝身躯边安尼祝福，所以有当时啊，上帝彼此化是要为着帮助咱成长，爱咱拍断原本咱家己的计划。有一个4岁囡仔伫遐耍伊的玩具，但是突然间这个玩具歹去啊，囡仔就一直哭，佮要求伊的爸爸紧将伊的玩具修理好势。伫伊哭的时，伊的爸爸甲伊讲：“我甲你讲哦，有一个种远你毋捌的亲情，我过身，伊交互你1000万的遗产。有可能咱在座的人听到1000万，咱会跳起来欢呼，然后将这个歹去的玩具弹掉。但是迄个4岁囡仔反应是啥物？伊要是不断在哭，因为伫伊心目中，伊毋知影1000万是啥物。伊的心目中，伊认为这个玩具是上重要的。同款，咱就亲像是这个囡仔，咱拢想讲伫咱手头中间的这个计划是上好的，所以咱掠牢唔肯放。但是咱毋知影，上帝要互咱的是搁较好的计划，上帝对咱有搁较美好的安排。所以咱家心爱做的就是将咱认为咱家己认为上好的来担掉，咱才会当空手去承接对上帝来的迄个真美好的计划。咱看见上帝彼此化，伫40岁的摩西的眼中，是了看无尽头的结果。因为伫伊80岁带以色列人伫旷野时，上帝才会知影，伊对以色列人的疼有偌大。所以，当咱原本的计划互拍断时，咱会当学习的是啥物？就是静观、祈祷、听候。大部分的人伫拄着计划互拍断的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问上帝讲为虾米是我的？但是兄弟姊妹，咱安怎问也无法度问到答案，因为咱真有限，咱无法度来测度无限的上帝的作为。真侪问题，咱可能爱等到咱去天堂的时，才会当知影答案。但是咱若愿意听候上帝伫遮所做的工课咧，听候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亲像做善的人，因爱听候所种的这个种子来结实，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耐心的。同款，当咱要看见上帝的计划。有当时啊，也需要咱安静来听候。伫今仔日上落尾书会所读的这段经文，咱搁一摆看见摩西家己所做的 A 计划。伊伫米甸的井边看见这时的这查某囝来抢水，但是因为水源太宝贵，所以其他无用人就将这查某囡仔赶走。这时，摩西出手保护这查某囡仔，并且要帮助因抢水，互因会用分啉。摩西嘛就安尼引发伊的牛郎爸来铁道。了，摩西生囝，伊感觉心满意足啊。所以摩西伊当时的 A 计划是啥？伊要伫米甸住落来，伊要伫遐来定
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甲埃及人拢无认同伊啊，所以已经无转去埃及的必要啊。这对伊号名伊的大汉囝叫做结顺会看会出来。结顺的意思就是亚比伫遐，遐毋是讲米甸，遐是讲埃及。所以意思就是讲，摩西掠伊过去40年伫埃及的生活是亚比的。伊对过去40年是失望到底，伊无要治伊王子的身份啊，伊愿意放落一切，伫米甸做一个无用的人，甲伊的太太后生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啊，你认为过着幸福安宁的日子，嘛是咱想要爱，嘛是咱要追求的。因为咱就平稳，咱就真快乐，咱就免负任何的责任。但是上帝对摩西有更加大的计划，因为上帝对伊出生到现在，就是要互伊成做一个领袖，毋是做一个安稳生活的人。所以上帝第一计划是啥物？就是将摩西放伫米甸的旷野底下牧羊40年。旷野毋是一个真好的所在，旷野是什么拢无的所在，所以有诶敢若石头，敢若山那样，敢若一点仔草那样，完全毋是摩西生长的环境，什么拢无。但是上帝将摩西带到旷野，互伊离开尊贵舒适的王宫，就是要陪伴伊，互伊有够爷能力，会当伫将来带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伫旷野生存。另外，这个米甸人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甲伊的细儿所生的后生的后代。所以上帝带摩西到伫米甸祭司叶忒罗的厝。也是互伊会当有机会会当认捌，并且学习关系上帝的事。因为伊离开家己的厝的时，只不过是3岁4岁，对上帝的事根本无啥物印象。所以伫旷野40年的摩西，到伫伊80岁时，会当讲已经受到真好的磨练。啊，因为安尼，咱伫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内面，看见以色列人提起摩西是做过亚伯拉罕。因为摩西会当讲是集合真侪的身份，亲像先知、祭司、律法的颁布者、审判者、代求者、牧者、行神业的，以及民族的创立者等等的身份。所以咱看见上帝变质化，甲摩西原本期待安稳伫遐生活是两个完全无共款的方向，但是上帝靠伊伫旷野装备伊。是因为上帝听见以色列人嗷叫凄惨的声音，所以上帝要陪伴一个适合的领导者出来带领因。但是，因为我想咱大部分的人拢生活伫安稳的生活内面，但是咱伫安稳的生活内面，敢有看见上帝对咱的计划？上帝毋单是要互咱生活安稳就好啊！既然咱来到这个世间，就有咱每一个人特殊的用处，但是咱看伊这个书对伫40岁的摩西、80岁的摩西来讲，伊想象袂到。伊所看见的就是伊伫埃及的生活，伊伫旷野的生活，就亲像咱非常的平凡，咱就是食头路，咱就是伫厝里，咱无啥物特别的丰功伟业，咱无啥物特别。大的一个材料，但是咱来知影的是，有一位有权柄的上帝，伊掌管历史甲未来，伊掌管咱的生命，伊对你有特别的安排。会记这个代志，伫40岁的摩西，伫旷野摩西，伊也无法度明白。但是当时明白，当伊接受上帝的呼召，当伊徛伫法老王的面前，当伊徛伫还未分开的红海的面前的时，伊完全明白了。所以非常要紧的就是，咱来邀请上帝进入咱的计划的内面，因为咱若顺服，就会当真正找到家己的定位。但是咱若想要继续家己的计划，有可能
我面对搁较侪伊挑战甲困难。所以可能你有想讲，安尼我是要怎邀请上帝进入我的计划内面咧？有真侪方法，亲像读圣经，伊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讲，既然无上帝默示的经，也有利益伫教师伫各职，互人规正，教导人学义理，互服侍上帝人便来行拢做的好事。而且讲，互属上帝的人会当便来行拢做的好事，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另外，阮对上帝、服侍上帝，嘛会当帮助咱听到上帝对咱的计划。伫罗马书12章第1到第20讲，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怜悯，肯定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性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无你通甲即个世间同款，要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传的旨意。当咱将咱性命献到上帝，目睭就会当对即个世界转移，来注视伫上帝所爱咱要去做的代志。后来咱会当做的是啥？祈祷。伫哥罗西书第1章第9节有讲，所以咱对听见的替恁祈祷恳求无煞，愿恁伫心灵感应的智慧甲灵通，你着知伊的旨意到满满。咱会当知上帝的旨意到满满，为什么？就是祈祷。所以祈祷不但会当互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咱来当亲密，咱嘛当祈祷中间求上帝，互咱对伊祈祷的迄个人，嘛会当明白上帝对伊的计划。最后，上帝嘛会通过咱的环境、学习、经历，甚至咱的梦想，互咱看见伊的计划。但是这拢要通过印证，就亲像士师记内面即个基甸。当伊想要确认上帝呼召时，伊所使用是啥？标门是打是水，来甲上帝求印证。这毋是不信，是因为有当时啊，咱的想法是错误的。伫今仔日故事内面，咱看见摩西80岁，也就是伊生命2/3的生命内面，上帝透过人看袂见、想袂到的方法来雕刻伊。互摩西咱来哪形成上帝所喜爱的一个领袖的角色。虽然兄弟姊妹，咱嘛会当来试看卖，伫咱计划咱的学习、学业、工作、服侍、婚姻等等遮的代志进程，咱嘛会当用祈祷、祈求、认捌上帝来邀请上帝进入我的计划内面。另外一方面，咱嘛仰望上帝会当来修改我的计划。互伊来调整我生命中间的迄个重点，甲我生活的脚步。这毋是失去咱的主导性甲自主权，是咱将生命交回迄个上理解咱、对咱有特别计划上帝手头中。希望咱每一个人都会当行伫上帝所要互咱的迄条充满稳定、充满应稳的道路，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透过今仔日摩西80岁的人生的中间，互我看见你的计划赢过人所做的计划。当我不断为着家己度无我人生所有一切时，主，我袂记你，主，你上理解我的生命。所以主，恳求你来帮助我，谦卑来超越你对我人生的安排。主，我知影你疼我，你将我放伫世间，放伫即个位置。有你特别的意思，就恳求你，互我会当来超越你，也愿意互我来调整家己的计划。因我相信你是大过我，更较了解我的上帝。就恳求你帮助我，互我会当顺服你，行伫你所应允、你所祝福的道路顶。我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下开主播来谈今仔日的经过，请做来同人上帝听你因的23，上帝就一一甲阿伯拉罕、以撒、亚伯所有的所带你的经24载，上帝听你因的23。
查看因西回应上帝的话，信息387的释事，信息387的释事。Amen.
参考出口第250页消息报告。教改消息第1点，又召回金希文老师基督的音系合唱管弦乐团，以9月21日暗时7点半，伫国家音乐厅演出2020音系人文乐篇再来放音乐会。要参加人请伫1楼公共拿登记到8月到27日。我们部分人手头请向中级定期，应该指挥家台湾的信仰使用下请可以考，请无需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好，咱嘛感谢咱昨兄弟姊妹来参加淑群姊妹的个别礼拜，只我嘛代表因家族来向咱所有兄弟姊妹来致意，请咱继续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这是咱为着咱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你病医的健康兄，你处理疗养的邓妈妈、水莲兄、桂玲姐、庆和兄、素梅姐、怡丽、蓝婷荣、英乐、陈文兄、高梅姐、志清姐、玲玲姐、秀华姐、丽华姐、王怡姐、阿秀姐、桂子姐、谢玲兄、布丽姐、阿玉姐、阿秀姐、各位兄、何龙兄、李雀老师、大和姐。那为着阮的姊妹家己来祈祷，咱只是开嘴，为着咱的身体，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的国家世界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会当生活伫一个安全、平安的一个所在。总是主，阮知影，伫即个世界要受到一个真严重疫情的来临时，恳求你帮助，互阮兄弟姊妹会当，阮的生活会当振起，互阮会当更较侪会保护家己，保护别人。主，恳求你也怜悯阮，主，阮认为伫即个厝边的内面，阮知影实在是阮犯罪。主，恳求你也互阮会当伫即个危机的时，互阮知影安怎来认罪悔改。主，恳求你的怜悯。主也恳求你怜悯，有侪侪国家，即个世界人因受着水灾，也是其他天然灾害，也是人为灾害的破坏的影响。主啊，恳求主你的怜悯。主，恳求你会当帮助，互阮全人类会当伫即时阵做伙伫你的面前超找你的帮助。主，恳求你也互阮会当知影。你是创造主，世间只有一位主，恳求主帮助，互阮认捌真实的神。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主恳求你怜悯阮的遮正直人物。主，我看见有侪侪的贪恋、私心伫因的中间发生，恳求主将你的公义、你的诚实藏伫因的内面，来换心因，互因会当用公理。对你来的听来治理阮的人民，主要恳求你会当保守阮的教会，主当阮的教会行去伫即个充满宝相的即个所在，我恳求主你帮助，互阮兄弟姊妹会当对主遮来领受对你来的计划，对你来的训练，互阮知影主你是上大的上帝，所以阮毋免惊世间所有阮拄着一切。主啊，恳求你帮助互阮的教会的所有兄弟姊妹，互阮会当壮胆，伫阮所生活的所在，会当来服侍你，会当领受你的呼召，帮助阮勇敢来对付即个掌权伫即个世间的魔鬼。主帮助阮学习用你的话，用你的真理来抵挡一切。主，阮也恳求主你来帮助华因的姊妹，互因会当伫上帝遮得到看顾。也真侪的兄弟姊妹伫厝里疗养的，也恳求主你的怜悯；也伫病医的，也是有无讲出来的遮个人，主也恳求你奇妙医临在伫因的身体里面，互因真实体会上帝你的医疗、你的安排。主恳求你来帮助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伫即个时代，阮会当更较勇敢来为主来做好的见证，帮助阮。主恳求你也保守，伫暑假期间，阮有一个兄弟出外旅游，也恳求你保守阮的脚步，也互阮会当伫全家旅游的中间体会到上帝你的疼。
主要搁求你保守，互阮的教会伫未来每一天的日子内面，会当勇敢来做好的见证。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是来听信息394信息390需要三粉丝震动。他对。信息相通，甲认真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